大家有冇諗過點解香港人咁中意買海景樓呢？喺香港買海景樓可以話係樓價保值嘅因素之一嚟嘅，因為大家都中意水為財啊嘛。咁但係其實喺澳洲呢一個趨勢都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噶。究竟真係近水風水好令到樓價升，定話係有啲咩其他特別嘅原因令到澳洲近水嘅樓都升呢？根據調查顯示，悉尼係全球海濱日價排行榜第一嘅城市嚟嘅，佢哋係願意花超過1倍嘅價錢去買海濱嘅住宅嘅，而香港都淨係排榜尾第20名嘅啫。咁所以話澳洲人對近水嘅物業趨之若鶩嘅情況係遠遠比香港犀利噶。咁我哋今日就同大家探討下澳洲投資房地產 Waterfront Property 嘅黃金法則咯。點解話係黃金法則嘅？因為無論你係追求資產增值、優質生活，或者係想打造一個世代承傳嘅財富堡壘嘅話咧，海岸嘅房產都係一個理想嘅選擇嚟噶。